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5月22日美東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美股開市繼續震盪，三大股指漲跌參差，道指早段跌咗0.0%，納指微升0.28%，標普500跌0.04%喺平水附近拉鋸。投資者繼續消化前日嘅劇烈波動同埋美債息飆升帶嚟嘅壓力。講返5月21日，美股遭遇所謂股債雙殺，道指單日暴跌約800點，跌幅接近1.9%，標普500同納指分別下跌1.6%同1.4%。當日20年期美債拍賣得標利率衝上5.047%，10年期息率突破4.5%，長債息急升令成長股估值受壓。今日市場有幾個焦點：第一，美債市場重拾弱勢，30年期息率衝高至4.68%，加深企業融資成本憂慮。第二，華府共和黨已取消電動車稅務寬免，電動車板塊今朝開市跌逾3%，分析師叫車企快啲申請現有補貼。第三 ，OpenAI 以約65億美元收購蘋果前設計總監搞嘅 AI 硬件公司 IO，帶動 AI 概念股普遍上揚。第四，中美半導體競爭白熱化，據 Bloomberg 爆料，英偉達喺中國市佔率由95%急插到50%，股價今朝承壓升0.78%。最後，能源價格反覆 ，WTI 原油曾插2.3%至每桶76美元，上游板塊跟住回落。板塊方面，半導體設備今朝領漲約1.2%，生物科技亦升0.8%。相反，電動車板塊插3.1%，金融板塊喺債息曲線倒掛陰影下挫2.4%。個股異動方面，英偉達升0.78%，小鵬汽車逆市插7.87%，而微軟受勒莫洛爾軟件傳聞影響，升0.51%。投資者焦點放喺今晚公布嘅5月製造業 PMI 初值、4月成屋銷售同埋初領失業金人數。若 PMI 再低過50，可能加強衰退預期，影響聯儲局加息節奏。整體嚟講，短期波動仍然大，要謹慎部署，睇實息口同經濟數據變化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